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福气来也》。今天呢，大家会拄几毛，想的是点心的吗？讲到点心，大家平常时应该会想到鸡卵糕啊，也是讲饼的。不过也得会实用的东西。讲到传统的点心，一定会想到俺客家人的办的咯，俺真好是办的呢。听讲啊，喺林路有咧做办的真厉害的师傅达人哦。故说今日俺都邀请几人来到现场来分享办的到底后背有乜嘅文化，也係講乜嘅故事，家家來介紹幾人吧。首先歡迎我哋聯絡持辦界嘅李玉瑩阿姐。啊，主持人好，早好。喺我哋專門做呀客家美食的辦呢。哦，歡迎阿姐來到現場，今日帶來青島辦的清香人生呢，等下就麻煩來介紹一下咯。好，我當下我都同客家人一啲來介紹。好，攞嚟爽快下先。安尼，再來接下來介紹係我哋許燕贊。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對屏東聯絡來嘅燕贊。啊，今日聯絡啊好，大家係燕總。哦，是哩，燕總多嘅喲。做辦嘅燕總。做辦嘅燕總嘛，真厲害，真嗨呢。哦，歡迎兩位來到現場。啊，不過今日我看到有帶來安道，係我哋自家做嘅辦的嗎？係，米香爐係我哋自家做嘅。哦，也常可以完全用米做嘅，尤其是白飯。跟過年咩，客家人一定要用到白飯。但是白飯完全用米哦，我哋又冇用粉哦。冇加其他嘅東西。呀米冇蒸，米一天要蒸。蒸4點鐘以上。阿姐，睇下介紹之前啊，我想去請教你，既然能做飯呢？研究也很厲害嘅專門嘅嘛，那怎麼嘅人行人我有按呢個美食嘅文化，你我第一講以前可能會過苦嘛，什麼冇乜嘅東西好食，怎麼會想到翻適合嘅翻嘅米，拿嚟做點心，做美食嘅文化一種點心呢？哦，因為以前人真是過苦哦。以前嘅人真是頭腦也過好用。客家人。因為冇錢買點心咩？冇錢買乜嘅呀？你自家私嘅活嘅，嗰啲活嘅使你用米自家出產嘅咩？你嚟利用呀米嚟做飯嘅。像一白飯完全用蓬萊米。同人哋食飯嘅米一樣啊。佢話呀米雖然飯咧冇可以咧，如果你冇食過唔食，食嚟都啲嘢。呀，白飯實在好食。係啊。唔過有個飯咧嗬。其實我哋第一講辦的唔單止係食點心嘅哦，係唔係有無窮嘅意義啊？看到我哋咧辦呢有配合有節慶嘅時節，也係有發動嘅時節，重要嘅時節也會拿出來辦，真是像我哋行人有按到無窮嘅嘅方式嘅。有樣啊，要像過年白飯一定愛嘅。做乜嘅愛白飯愛有白飯呢？愛火菜頭啊。真係白飯嘅清醬啊，葵花樣嘅。反正過年咧，客家人一定會有喜氣洋洋。一白飯，有個整到醬哦。有個整到帶棍毛帶棍毛係乜嘅意思啊？都整到唔醬。係毛葵啊。毛葵花，你唔將按醬嗰啲花葵紅嚟。一啲拌醬，整到出按醬。我哋整到白飯體面。又好食。像我哋過年去啊，整到醬。都可以創業，創業係你呀，以前冇錢買點心嘛，可以接那本生意的是，像我哋相當多錢嘛，7錢嘛，沒，安尼樣說，真過道路唔拉實，真是咧，到年初5嘅嘢都冇嘅，甜飯也冇嘅，我爸我講，要咩甜飯警察來檢查我，你冇食咧。買嚟人食，要我本魚片咧，要我講警察咧，真係我冇事，唔敢同佢。我長期人用啊，你碌下7字麼呀，一下都食起嚟，都唔敢啊，爸都講，有冇事啦？警察嚟檢查過，都怪怪嘅嘛。我還記得我辦事時也係安尼，我哋以前辦事過年嘛，就有嘅包辦啊，全部太細細年咧都睇嘅，有冇乜嘅東西好食嘅時，都想到有包辦咧，啊奇怪啲米絲好，米頭又清好，又睇嘅香年，啊我哋都過去冇，其咩有葵花嘛，我哋米咧，飲住食，長期包辦咧當嘅都。都冇係咧，都白來食係咧，真聰明哦！跟入去咧，嘅片有冇咬到地背去，就唔會馬上本人發現到。唔過
人家创业的时候，阿公啦，嗰度見到阿叔見到我看到，奇怪用磨起嚟，因為米咧人入去下嘛，一啲開發開槍一些線嘛，全部都磨掉。白嘅磨法。白你當嘅件事。下白創業都冇。本人就拿去打屁股。尤其是一白板嘅做法真簡單。一定簡單。啲米煎，煎差唔多4點鐘，你拿摸嘅，攞糖發酵，真係真正嘅，又好食又好創業。又做點心，真是以前的人聽到過吼。將瓜子擘個一天要用白板紅板咧。安尼人哋有談講神燈板，做乜嘅會有個神燈板呢？神燈板也有個有意義哦。尤其是客家人，一天會做神燈板。真是我冇談過其他嘅地方有過。好多有個項目呢。因為神燈板過年嘢一個都正月15，元宵節。喺合作，一天要做誒，去門房創業，以前做千多哦，幾盤咧？一盤200塊哦，哇！啲免費隔壁連上發回班長誒。貴種嘅人全部都可以發得到嘛？你反正都像今日16啊，15來創業16啊，做成頭都15個來，所以都見發，有人頭看冇頭看，人哋以前嘅人會玩車啦嘛，玩啲門巷。來家迄個發的個，吹南門口，安尼。原來神燈板係安尼。一種嘅保皮清調。安尼對一年的開始，人哋頭都有講嘛，過年的時節還有補班啊、調班，對不對？安尼更加都又有神燈板，係差唔多正月15嘅時節又有神燈板。後時人哋可能中元節的時節一定係中嘅嘛，錯冇？安尼後尾清月班的時節又有乜個相對應的班嘅呢？有，尤其是因為。白板紅板咧，一定會有誒，正月15個咩嗬？乜個呀？八公山。一天都用白板紅板咧，八公山過咯，瓜子我哋客人都差唔多2月咧，八公山過都瓜子係咪紅板咧白板？還有拍頭公板。拍頭公板。拍頭公板也有咩千號嘅板咧呢？拍頭公。以前拍頭公啦，差唔多係10月咧，秋日咧10月咧，到新日咧啊咧搶名之中，都會上，佢唔是中，其實我會上，我祭土天台紅廿三，可能都會祭土，12年都會時節都會，佢都會上，上下嚟都摘都曬到起來，像依個拍頭公班，你拍頭公班冇同同樣，係拍頭公，啲攞食黃糖。砂糖、拍砂糖、上中糖，一煎的清香。煎的清香，你落班車做嘅都爆香料。安尼會唔會其他時節有乜個班呢可以來配合人哋嘅節慶呢？過去瓜子過咩都5月節咯，我哋客家人最傳統乜嘅？中嘅。葉貝。人哋從烹飪毛腔咯，喺個人哋用叫薑葉，錯冇？我最聰明。人哋萬歲食到睇啊，阿婆會面試呢。佢叫薑葉嗬，攞嚟割嚟濕過那麼大。濕過嚟都是唱攞嚟過種嘅。我哋客家種嘅最傳統，又好食，豬肉。按從頭下面炒香嘅，嚟包起，變到飯頭，濕，變是負責一個食咯。我小食去下食，真是，哎呦，講到更加安尼講到吼，實在躲唔掉。安尼人先來吃過那先，或者人帶來嘅班人來繼續拿來介紹。頭都有講到嘅拍頭公班嘛，安尼人先對一個拍頭公班傳統嘅美食來吃過那先，好冇？按我哋食嘅時間，你都順勢同大家來介紹講拍頭公班，人用無會想到，家中有個梧桐，人家以前人看到拍頭公班，萬世印象啦，阿婆做家中嘅拍頭公嘛，全部會長啊，長色的，種用嘅人會想到，人會變異的顏色，安尼家中有個梧桐啦。也會加一啲黃糖，按個拍砂糖，也會米沙，按個拍頭公落去煎，煎嚟清香。拍頭公嘅好處清多，
使得可以退热、解脱。像今日瓜子鱼的每个热饮，有攞啲黃糖使得會解熱解脱，一定好。好像我哋呢拍頭公，最同你冇同樣，食食那冇樣，都係安尼黃黃，安尼都去煎過嘅，咁要拍頭公嘅好處，使得可以解熱排脱。條bài頭媽媽嚟講，都條bài應該生意呢啊，不偏嗰條熱度啊，都目前看醫生，如果使入拍頭公班，因為拍頭公班用攞嘅黃糖可以解毒排熱安尼。哦，真是以前的你清養神，智慧也真好呢。各位好朋友，一個拍頭公班，仲係以前是個冇用用呢，除了傳統嘅料嘅清香、炒香嘅米絲之外，佢還有個無糖、黃糖嘅米絲。攤攤咧，唔過小紅咧，真好食哦！皮也真 Q 咧，而且人哋個皮用嚟做按 Q 啊。都有落拍頭公，那個按潤，按你講係講按潤，我都講不 Q。個 Q 按講按潤又好食。唔過佢唔會炒唔同種嘅炒嘅素能咁樣咧。唔會，都係因為米嘅問題，米愛多多好。一天愛用糯米嚇唔做。如果你喺路睇到斬米啊，食啱。哦，按你保存哦，佢要變嘅冰箱風嗎？可以啊，冰箱風變咧可以變咧行熱度啊，使得是把佢整得熟，整得熟啦，已經要整熟嘅，整得熟都好食嘅，一樣。哦，按你可以變太有一兩日啦。哦，變一禮拜都唔怕。一禮拜都唔怕。唔怕係，你變新鮮變啦，唔好講我快能變哦。哇哦，各位好朋友，第一禮拜呢都是到按好食的拍條公班，按呢其他接下來食下去，按不條都唔食的喲，唔怕，我哋休息一下，စား下來繼續介紹其他好食的班嚟咯。哇哦，人的班呢唔單止好吃，後背還有按到好糖的故事可以了解人的傳統的文化哦。到底還有乜嘅故事呢？繼續來聽兩位好朋友來介紹咯。按呢，今剛我喺請教現在哦，頭頭人有講到嘅神燈板嘛，我哋要講神燈板，人帶過來，一個有縫嘅有拍嘅係神燈板，cái縫嘅係唔係縫板嘅啊？傳統嘅縫嘅，縫係就神風板。神風板，喲，神風板係。天白糖果呢，佢同神燈板有乜嘅關係啊？安尼講迄伊個故事，神燈板變旋風板嘅用途。神燈板都係好多人講嘅貴板，一般嘅好多人啊太本嗰種全縫嘅，安尼縫拍紅白相間，咱嚟行人。尤其係綠對地波聯絡，從之女僕嘅也幾客家裝啊都會用安尼紅色拍色。做乜用紅色拍色咯？因為其實講到底啊，都是把重男輕女條擺啊。以前因為西來以前係重要的那個生產的勞動力來源，所以不重視安尼。規班規個縫嘅感覺細妹，後尾咪都加兩邊拍色咧。也都係安尼去正月12嘅時節，按到神燈板。一般咧從夜初一、16、15、16，從夜都按到貴班。他從安尼一邊湯豐公廟啊一拜明年啊，攏會舉辦個王爺奶奶回娘家，都會去求伊，平常會求伊，專門教安尼老姑婆，我過來用來聯絡，過來鄭成公廟就巡釘，巡完之後，以前人會洗來啦，一下又變洗毛攏向下旋風。南路平等咧，人家冇別的以前，人家洗來也洗毛也通共用。邊咧神燈板都有貴嘅，叫做以前有個神燈板，我哋而家都發明啦嘛，旋風板咩，長開風嘅，嗰啲一啲意思。以前那個甜燈，人家甜燈洗乜咯？風，洗來係涼，洗乜係都風，洗來洗乜係濃油。有咩啲意思咩個甜氣哦，有味啲。講到來都講強氣，講到尾都講甜氣嘅呀，嗰啲意思。看到啲人蛋糕係有個圖案咧，係用板印安尼印出來嘅嘛。係啊，你睇塊印啊，就係一個薯條做一個板印嘛。一啲神燈咧
新风班迄单个迄喜字，新风班都迄喜诗。像以前做一阵太盆咧，都去长城我们创业。去创业去较跟人分享，都发亲切，一种人。贵种爱拢有嘛。以前做班那个辛苦哦。过辛苦，用来讲。雅士啊。雅士有贵啊，去厦门同雅士安尼开始做事情。小车位。小车位。小农行。安尼，去农行头班伊讲空面做啊，客家人都谈个事。先生，然后班又唔会错。唔会错，伊安说伊都喷那个农行，砰，一面无所措呢。真是像人家个去。做戏的腔样，伫尾安尼拿咧做官，唔免火手同盆哦，唔免火手同，唔会错咪你阮最近盆，砰，错夹啦，错夹唔会错。嘅农行碰一面有嘅，小车位有啦，今年尾啊，小车位。一个真中部的世界啦吼，因无嘛个头摆无嘛等于好食，拿番薯的，波子宝宝啊，卖番薯，今日安尼听下，等下番薯都收个都有东西好食。中出叫田兵迄个都出货来咧，货摊咧，办得真好诶，上个多又有番薯吃，无上多都变咧番薯摊，番薯摊咧。哎呦，真好人诶！以前办这事就安尼，不过安尼以前小丑的时间，我底下讲，办诶要看个文图，用来控制其他文图啊。也都一个太问题。如果收来了呀，可是我等于装来收好个好，车位个太起咧，都个难收。见收都见食，假货，好个往办的都铁豆稀蒸汽啊，铁太稀，茶稀，散气啊，茶稀安尼。真的办的那么讲。也个迄个要点的时候的秘诀。安尼新店办同也个新丰办地杯，今日有爆料的吗？有啊。一料食材好食咯，料的迄爆嘛可以料的啊。安尼都加用发条的，发条的，那边无同样，发条讲无做，发条，因为讲唔好做咯，其中缝条的、粒条的有嘛个冇。缝条的吼讲软，发条讲硬质，过太咧，讲软过好食，薄的爱内面来，那么糖一煎的是硬硬啊，嗰种安尼咧。真好食。原料的用发条的，安尼做的时间，给先煎个条的，按整熟来。条的爱煎要薄面来，薄面来内边面，嗰种贵费精神。安尼一个料的对开始准备都好，差不多一久的时间来准备。煎条的都按不到煎就顺头安尼，差不多4点钟都放来薄。薄到薄好的内面呢，不用烫。经烧好，都经结，慢慢的熬，经变酥脆，真炒，冇上会出火辣。酥是酥到连香的，蛮可以。佢熬的时间冇注意吼，金拔，人家用机器哦，以前吼用木柴，金拔，佢拔得到，马上都水泡出来。冇拔做唔得啦，唔拔唔可以进变，那咪出火辣。伊谈的都是清通，我做办的真是，人讲手术6脚安尼。真是冇做过，真是唔掂。咱谈讲，安尼唔免给料的整熟的炒啊，安尼都爆红的案件的。做到好顺利嘅鸭啦。我鸭冇煎到都唔会香，煎到都会香。哇！变6刀啦，6刀都好食。一听我6刀，咱会比较讲，有个咱滚开金杯变6刀都好诶。安尼我买班的时候先看个，师傅你输浆啊，可能啊有6刀冇，有6刀迄个师傅。我保养啊，唔会。人家有保养都唔会。唔会散的啊。除了一个新丰班新店班之外，也迄落个传统的班的嘛。底下讲，现在恁更加也有做个个新的。冇香样的班呢，有带来系后背叶片葱冇？有。看到青豆色色。冇用诶。系啊，同人能介绍一下好冇？推荐T咧，介绍迄乜嘅啊？T咧介绍都係。甜母班好诶，有好食咯。甜母班啊。菜好食咯。老师傅慢慢都讲介绍甜母班。好啊，安尼甜母班，甜母班有乜嘅故事？喺乜嘅时间是的呀？7年班，7年的啦。7年的开始那个。9、6、7年的7娘的上，7娘的上嘛跟人的嘛。七娘娘。
原来情人节，哎嘛，7月初7都青阳的上，煎梧桐，做甜木板，炒麻油酒，饭馆，哦，因为情人节亲有意义。哦，哎呀，甜木板食材好食，有诶吼，给它真是真懂事，嘿，粉够好食，又好食，按都想想哎，煎你的做木板。当好主持人抢是看咯，还有按你讲的，俺都贴片一听我就创一下也个面是，也个都会，俺在做甜木板嘛，诶，甜木板，按你看看咧其他设施也係糊啊，然又加嘅同頭到嘅拍同共班共用嘛。真咯，聰明咯，哦，你係非常嘅誒，看到咧都問一下，可能係共用嘅，唔怕。按你黃糖咯，砂糖。按你阿姐，我試看下先，按人嚟介紹，好嘛？好。哦，我講你。唔係，食得都清香。等下食下呢個咪再幫唔改啊？食個太係我都幫唔改啦。哦，真超真香。也有誒，大部分都用俺哋屏東誒有誒啦，有時用果樹誒，冇當用楊浦誒。因為嗰邊水質好，嗰邊出產就是出產有誒。也有誒唔係講人家中國叫誒哦，弄人家打造新店嗰種小農啊，很棒誒，很棒哦，棒誒，你馬上送到人哋樓下。送來的時間，俺哋弄為了檢查看那些也有誒好還是唔好，因為會上水，看唔出來，你要切開來看。上水唔同啊，要糖講。上水啊，係唔係燒烘嚟講唔會粉，係車上水咁喎。係浸啦。做飯的嘛唔好食。真是呢，各位好朋友，一個烏飯生烘嚟有阿婆的米線呢，像以前頭擺米線哦，安尼香香，還有清人哋講嘅清軟哦，乾軟，乾軟哦，阿姐，人家嘅頭都有講嘛，也個屏東菜鐵嘅有誒，同加上砂糖，同米，就一三烘，係啊，冇加其他東西嘅，唔是。清簡單，清甜點的東西呢？簡單又好食哈。真是。個7月的時候，聽到我用烏飯蔥芽。7月的時間，蔥芽我看得到人甜烏飯，它也可以是一個甜烏飯。係啊。除了甜的，又有做鹹的嗎？有啊，鹹的烏飯也有哦。不過鹹的烏飯共用也係7月半的時間用的嗎？係鹹烏飯、甜烏飯都7月半7月半嘅用嘅東西。鹹烏飯一好食啲嘛？用的是哦，也，啊你辦的是很咩？嗰當然我跟你講啊，適合本來本上本都甜冰喝，也是隻烏飯都最好冰嘅。冰本上唔甜冰喝了，唔怕人出拿出來，唔是真。炒出去嘅時間，人家炒也好，炒紅來，多西巴沙拉又可以用剪的嘞，剪壁擦擦。好好食。按你擦擦，按你都做的是的。可以，冇，還要加啲特製的。有啲人用七星擦，有啲人用酸條，酸條調油，七星擦調油，兩種。他講用酸條，你講酸蓉汁，酸條要烤味，不用得調油，試糖，都唔會試鹹嘅，綠誒，好食真好食。以前的人7月半沒有聞鳳肉，啲鳳肉係咩呀？可以拿來。一種用咩加咩過食咯？我還記得，唔曉得安尼。我還記得我阿婆以前有做嘅鹹烏飯的時間，我哋唔單像安尼剪落食咯，又冷凍起來嘛，拿下來做嘅烏飯嘅湯，披上嘅冬菇菜啦，也係買嘅強菜。快菜呀！快菜也真是也真好食。都煮湯用嘅，煮也係滾油湯啦。有煮湯嘅啦，煎嘅都幾好食。煎的是最好食。那他講人清曉的。我哋的米是真是真厲害，我哋以前的人用得很厲害哦。以前的人目前買配的點心是。如果人哋米嘅好做嘅，變到嚟食。經常以來有嘛嘅冇共用嘅，好冇？哇，各位好朋友，傳統嘅飯呢就很好食嘅，堂講還有更厲害嘅喲。我哋休息一下，等下馬上過來。哇
有传统的版呢，说到更加已经都市会风暴的，也谈到几多好听的故事的。不过呢，谈讲还有新的版呢，可以来本人吃官那些哦，更加继续来抢到演战吧。演战，安尼传统头都有讲到新灯版啊、甜版总的介绍，安尼年代过来也个按照说神呢，还唔先介绍到呢。那同样能介绍一下，像个蓝色的，个版呢系嘛个版的呀？我冇看过，真好奇呢。哦，今日来举办只最新的产品。麒麟版，啊，先抢色看下先。麒麟版，麒麟版哦，麒麟版，麒麟版，如何强强一个嘛？安尼做强强啊，底部包嘛个呀？落不干，香料仲要还超过1个。哦，好食。皮啊，轻用，轻巧轻呢。啊，伊个皮啊，吼，系用个蝶豆花做的，还有个花青素，皮会较软。会比其他版的来讲啊较软。更软哦。更软。啊，做慢慢到麒麟版，其实伊都迄蝶豆花做的啦，下面安尼迄玲珑印嘛。玲珑的吉祥物迄麒麟，安尼玲珑的绫罗，啊，用个地名啊吼，有迄一面头牌，有面看到玲珑太尊桥嗰度贵的，啊有贵的都有麟，麒麟。我想讲话，人家迄玲珑，嗰时也想讲，人家办了到麒麟版，让大家有一种想象空间，安尼讲麒麟，因为麒麟啊吼，其实。无安尼生物，不过你安尼想象中里面的一种生物这样子。安尼除了那个麒麟版之外啊，安尼又有看到蒙色的迄嘛个版啊？反挂版。哦，用反挂做的。嘿，也嘛迄新的产品。哦，啊，也不会用包的东西，了会用吗？用，啊皮会用反挂，还用。啊，用手工啊，做反挂版细的粒，讲来讲个简单。啊，其实佮侬一做的时间啦，做下反挂版，一定要2个人配合。哦，怎么可以用2个人来配合吧？一个人包圆，一个人割发。系啊，割发。哎呦，花。那这一摆韩国做版的，好像割发呢。那有抢反挂。哦，然后有个线的出来。啊，当个葡萄干都系伊的剃头。剃头。真是有抢个剃头的个用色。啊，怎么个当时会想到吼，要做按道的偏发来做一个版呢？因从细到大啊吼，看来如拍条工版啊、吹包版、韩语版、甜语版、新灯版也几乎。啊，我来接触的时间想讲，无用天然的植物反挂，安尼品种够好够多啊。那种哪个多？会养生啊，吃饭个好处多多。那个是在融入。开发这个新的产品。哦，嗰种人更加还有继续来准备来研发新的版来做的。有。哦，真是呢，我感觉以前啊，晚些时间还感觉是版呢，还是一种甜甜的点心，够好吃。啊，他也好，咱底下讲哦，诺贝其实使用的点心也几多，也变做真好吃。不过呢，使用的点心有一种感觉啦，迄讲竟然够适合使用的个人家的肠胃道有无？竟然係用小麥去做的。啊，同樣呢，台灣人的腸胃可能有冇嘛適合嘅，又有聽過有個講法，就講，人哋是小麥會造成人更加一個過敏。嗰時候更加有流行一個無麩質的飲食，拄好，都像人哋行業傳統的米食，就按呢，啊，咱想到，哎呦，人哋以前肉豬前的滋味真是冇簡單，那今後又有想到按呢用米來做一個點心，吃下去又有營養又會飽。冇簡單，你自家都想唔到安尼個變化。對啊，以前人也真是吼，夠厲害，夠厲害呢。一種米可以做到青島，8個班都照得做呢。雖然講啊，頭擺愛買木，長期都是甲做，8個班都是甲做，冇得用買的咧。還好是講老人家老的，老變得，俺哋為來做都賣。也為故事講吼，也為米。真是吃得清好，像马克班全部都用米，完全冇落马克。也冇加上马克化食品的添加物嗰度，全部你看頭到五版嘛，米如米，糖如糖，有誒，按簡單。按反正仲有香料，炒的，都得愛包含的都包含的，做甜的甜的。有同樣的漢人就用簡單的按嚟清食材。清單清，反正都清外邊來食安尼。行業咧，乜個吹乜個都，最好食。係啊，又香。啊，即係頭先人有說到嘅麒麟版，有介紹嘅南反掛版，還有5版嗰度，有看到一個
紫色圆圆的，啊，个皮系用嘛个做的呀？哦，个哦，山药啦。紫山药。中央有，因为个养生的说法。吼，可能咩做过度用诶，较紧要食那唔系五颜六色，唔捌嗰粒食都用。哦，因为加下木香样色做出来。反正都做诶，较紧要食到有健康有养生，有山药quite好诶嘢嘛，啲东西。紫山药颜色最佳，不过只都不会市场侵犯买多。做乜嘅按会侵犯买多？产量伊种出来哦，伊用种那个紫山药出来，伊个表皮你看可能紫色哦，不过有时切下去底部会啪啪，也都做唔得。哦，原来还有一个技巧，好红了。哎呀，好，佢买紧经验，紧做紧。多时节都吃从迄个人底下讲，咱唔会扶你片头讲，有个山药买到的地方唔会紫色诶。最养生。现在俺有谈到吼，你们有做个前班，啊前班迄上都用诶啊。哦，前班都会只个麒麟版个片，特别丰实的。有薯片个缝缝诶，一圈一圈的。一圈一圈，哦，我伫个个底下当过，做乜个很多前班哦，看好了有唔充钱啊。伊咧条呀，俺前面有书的班音，伊个隔壁有个伊个前班的个。班音，可以表咩前圆圆咩？古钱币哦，就以前嘅元宝嘅用色安尼。以前嘅钱咩都圆圆，东江嘅你用咁圆圆，都安尼做安尼造型。还是能可以杀起咧从个印心台面。哎呀，前班的用途呢？拜天公嘅，佢少年创呀，创最大嘅係乜啊？天公。哦，万神，那有用到前班。其他也嗰時候看到嘅。係啊，頭只係咪萬神？前安補頭只係。好，萬神嘅頭安補啊，頭安補呢？前一個晚上，係咪愛去天公？萬神，都一天要用到前班。哦，還有天公喪。天公喪，萬神，反正就有個時間就有拜前班。如神格最高嘅玉皇大帝。安尼學到。現在你那個米啊，因為班呢全部要用米來做嘛，個米你係自家去磨個米種嘛？係啊，自家用機器啊，用個以前係以前係磨砂，磨砂，最早以前磨砂，磨砂有看過冇？有，我哋都係有啦，點解係用啦？我點解攏將伊展覽活動用啦？將攏機器磨較夾。磨嗬，以前係要用嘅，用一定用標，一定用機，一定搖，用台砍，台神神的砍，一砍3-4點鐘就會走。哦，啊砍嘅時候過一下要變一下，冇變啦吼，個班長會出手。出手。係，唔必頭我叫我走啊。會出手。安尼，啊，即係你最頭下佢是做到更加已經1度嘅時間咧。40年我都用。哦，40年，真是按叫對佢是那種，做乜嘅會佢是做一個班咧？哦，以前我唔前結婚嘅時間，我冇嫁。我每個人談個什麼？娘家，講下都講每個。哦，我媽媽都會做，我哋都卡本沒冇感情要，感覺過甜。有冇？我是落去，那個中間寒寒啊。哦，我媽媽都會過冇時間，過冇時間，中寒我咪都會做班咧，做會賣，都會我哋都會睇書啊。個辛苦哦，你3點鐘。佢下有冇牙齒咩？大做嘅，分手錯嘅，大做頭。我聽書，像我個強仔呀，細嘢唄，一剪，人家水木呀，從佢隔壁臉上，阿爸阿叔佢就水木呀，安尼一剪嘢唄，剪咧吼，那有用，剪到差唔多8-9點哦，以前冇天火哦，安尼係細時就冇天火，我下做頭差唔多5點鐘去，天冷來，佢下有控制嘛，佢你唔合唔啲。來吼，從佢洗頭做迄咯，冇哦，冇嘅有點蠟燭安尼，都做，大做頭做，有咩係天又唔前來哦，又從係做嘅吼，差唔多6點嘅都做好嘅，天光嘅都做好嘅，嗰次咩鄉下人佢做，5-6點嘅人都來買飯嘅，一天5-6點都要做好。真是哇！啊，這可以堅持，你看對頭下都更加。佢下個做什麼吼？係願望呀，
7顿唔做班。结果无面到，紧做到更加。按做风较紧要来摕水满来去风落啊，我唱我找歌呢。亲情歌啊，唔知都墨水包7顿唔会做班呢，好加迄个一样咯，生意又少。咪就讲挨你上班生意人说唔系办法，还有加加来哦，加好快差不多点，快1002年人，因为农业沙去啊，你要卖鸡蛋啦，做剪的带翻去等你，挑油啊，挑油，半夜有系么？半夜捧门哦，人人都呀，有人哦，3、4点要捧门买包嘢，可能来做唔得，因为咩嚟熟死人，有咩咁嗌啊？係咪講？佢差不多點唔會開。哦，因為對頭下開始做啊，後尾時間有開差不多點，不過差不多點有數放落之後，咱開始做班嚟做到更加安尼啦。都做些賣外地人的能力有限咩？做像不單純係各種嘅買嘅，佢爸爸。公司睇按嘢跳來跳去，都退休誒，都2個月衝下來做，又係冇簡單啊，係啊，都做嗰度樣。哇，各位好朋友，今日你也知道好食的班呢，通係按精彩故事。張底下講做班呢，其實冇簡單。你看大做都要放來糯米醬來包、來吹、來做一個班嚟賣，哇，實在本來真感動呢。不過阿姐今年42年的堅持，也實在冇簡單哦。也請大家同今年繼續鼓勵，繼續支持下去，本來呢客莊的傳統美食文化可以傳承下去哦。今日真感謝兩位帶來按好食的班呢，同按精彩的故事哦，感謝兩位。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歡迎大家來聯絡了哦。我都是請人來食好食的班呢，順沙來了。按你休息禮拜，我哋繼續田頓老師來做音通咯。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咧，我自我介紹，我黃振祥，來自於屏東縣長治鄉，次次導演屏東分會，一篇咧係蔡先生，一篇係潘先生。今日要同觀眾朋友介紹咧，銀幕夫妻將我哋嘅松樹。來按摩到我哋嘅都市，給我觀眾朋友都聽我哋嚟做書寫咧，我哋同兩隻腳打開來，打開來嘅時間，我哋強樣腳咧同強我哋嘅鐵路嘅線嚟強樣，我哋嘅松樹拿好起來，合手來，嚇標嘅到我哋嘅都市行。啲我哋咧單鐵下邊，我哋咧樹樹一標嘅下到我哋咧旁講嘅地方，啲旁講嘅地方，觀眾朋友我哋向左邊攞起嚟來，嚇天天嚟攞到1隻耳，喺左邊喺我哋咧飛倉，我哋咧飛倉屬緊，講我哋屬於拍攝咧，嗱在電到當行。喺我哋嘅心倉屬於紅色，係赤色嚇。我哋紅色喺我哋嘅心倉下來落皮土，我哋嘅意念表現到我哋嘅肚臍方嘅時節，喺我哋嘅脾胃屬於我哋嘅土色咧嚇。喺我哋脾土嘅地方嘅土，人講種土都喺我哋嘅脾胃嘅地方，即係哪行而來？歸了我哋嘅心倉嘅地方，向觀眾朋友嘅左邊下去，喺我哋嘅觀倉，再下來到我哋嘅腰位，腰位呢係喺我哋嘅膀胱嘅地方，而屬於腎臟，腎臟呢係屬於無色嘅，我哋在反動上挪行而來。觀眾朋友嘅右邊呢，喺唔同嘅觀倉，再拿上來呀，喺心倉，都讓我哋嘅意念下去到脾胃嘅地方，中土，一隻意，在到中土嘅時間呢，我哋停留，那拿上來
再多做了我哋嘅心窗。向观众朋友嘅照片，係我哋嘅飛窗，呢呢係我哋屬金。再表攞下來，都也歸我哋嘅腰嘅深藏嘅地方，也係觀眾朋友哋嘅陰謀夫妻，將我哋嘅松樹嘅枝頭來用嚟按摩到我哋嘅腹腔。我哋嘅腹腔呢，做嘅時間呢，定嘅時間，注意講啊，將我哋嘅松樹來按摩到我哋嘅腹腔，幫我哋嘅舒緩嘅小氣呢，來做一個按摩。比如講啊，我哋嘅五行金木水火土，比如好好啊運作我哋嘅倉庫，我哋嘅倉庫應該有五臟六腑，咁樣嚟將我哋嘅書包中嘅小氣來按摩到我哋嘅五臟六腑，也係觀眾朋友要嘅注意嘅。在做嘅時間，我哋天天呢，攞我哋嘅都市氣頭對到我哋嘅心臟嘅時間，我哋嘅心火用意念嚇，天天嚟落皮土，停留空以來，在細微，當我哋呢下鋪場，也係講我哋陰謀夫妻做的。我同觀眾朋友做嘅時間，做一個示範講，我哋要注意哪些嘢，要注意我哋嘅書包裝，不管有書在單行，還是做書做單行，也攏唔怕，因為我哋做事不管唔哪一隻書，總共下時間掉放起來。有位觀眾朋友我按你攞嚇，個唱講我哋呢學讀書唔爽快，我按你攞讀書。阿姨媽那教到我哋呢都市種米蟲嗰種唔係氣順用嘅安尼攞，阿姨媽唔係講安尼攞嘅意係嘛嘅，其實伊係將我哋呢松樹都市種安尼攞比嗰種我哋比種唔爽快嘅地方攞比細，也係錯嘅。所以我哋要注意講啊，我哋攞嘅時間，我哋呢松樹邊嘅地啊，我哋順利安尼。攞嘅時間呢，因為伊媽唔係講，我哋呢安尼通作係嘛個用意，其實伊嘅用意係同我哋呢都市講啊，會種嚇，安尼現在是冇共用，啊伊冇共用嘅地方，都我哋用我哋呢氣頭，慢慢嚟鬆下來，都也只伊啊要帶一些意念，帶上來。當我哋也只是有心火，停留一下，同我哋嘅心火帶下來，過後，我哋停一下，再對我哋嘅心火帶對另一片，當我哋呢另一片嘅動作停下來。我哋有順嘛，有18冇共用嘅嚇，壓到進來。觀眾朋友會講，安尼做攞都市幾簡單咯，做乜安尼應做安尼攞都市幾簡單？其實我哋用我哋嘅松樹定嘅時間，我哋地備倉庫咪要自己做運作，而運作喺天天嚟講啊，內度嘅空間，比如做一個我哋呢，也只以腹腔有細床，佢有大床，幫我哋呢大床細床做一個嚇。小氣空間嘅運作，比如嗰好啊小花，帶動我哋嘅脾胃，比一個按摩。
按摩下来呢，唔要加到我哋呢都市加個酸，我哋呢都市加個手軟，因為我哋呢更加人呢工作呢壓力太大，我哋呢生活呢會同我哋呢壓力造成我哋呢胃腸消化唔好，我哋可以加一個按摩護器來同我哋呢胃腸做一個循環。因為我哋呢胃腸嘅這一都市上有個筋膜水火圖，對我哋呢筋膜水火圖呢做一個按摩，同我哋呢五臟六腑，俾個空間個大一些，幫我哋呢大腸細腸好好話來運作，所以也個呢，最好用嘅地方都講啊，我哋都是種嘅時間，我哋可以來做安尼嘅東西，利用安尼來消化，我哋呢都是，我哋呢都是嘅胃腸做一個好嘅按摩，同我哋呢五臟六腑。做一個循環，所以觀眾朋友要注意講啊，我哋特別都市嘅時節，我哋唔好講啊，用安尼說得咧，安尼，嗰種都市通嘅型咧，安尼嗬，其實安尼裝嘅時節，我哋呢眼神有時把無對裝嘅時節，所以要注意嗬。更加希望觀眾朋友同我哋好好來做，同我哋呢五臟六腑，講我哋呢都市嘅空間做好咧，更加。觀眾朋友，聽下哋做一個連續正確嘅動作。觀眾朋友，以下所介紹嘅按摩護器，希望觀眾朋友好好聽我哋來做，我哋呢五臟六腑嘅空間都會個體，我哋呢胃腸都唔會髒髒哈，我哋下一次拿來了。